響度聲大夾惡，有事就要我哋班兄弟周圍頻撲，上刀山落油鑊揾命搏，你條撚樣就日日響度索可樂。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今日咧就睇咗呢篇嘢咧，就覺得幾有趣嘅，就想講俾大家網友聽下。咁啊，聽完之後有咩意見就喺留言嗰度話俾我知啦。咁呢篇嘢個 tablet 咧係咁講嘅，係叫做眼盲遇眼盲，即係一個盲嘅就遇啱一個仲盲嘅。咁佢個故仔係咩呢？佢入邊係講啦，新加坡有一宗離奇嘅詐騙案件呢，就近日咧就宣判咗一個意大利籍嘅男人呢，就以為自己買到一隻假嘅勞力士手錶，就企圖喺新加坡就轉手行騙。咁交易完成之後呢，新加坡嘅店家呢，亦都以為俾人呃咗，就報警之後呢，就經官方鑑定並發現嗰隻錶係真嘅。雖然店家呢就毫無損失，但係嗰名意大利嘅男人呢，就因有犯罪意圖，而且實質嘅行動就構成咗法律上罕見嘅不可能完成嘅犯罪，就被判監7個月。咁法庭嘅文件係咁講嘅，一個24歲嘅被告叫做 Douglas 喺2025年初呢，就以65,000蚊嘅歐羅，即係大約係75,000蚊嘅美金，買咗一隻價值用65,000蚊嘅歐羅，就係大約價值70,000蚊美金，就同埋一隻價值5,000蚊歐羅，約為6,000蚊美金嘅 Cartier 手鐲，就同熟人 Martin 就換咗一隻勞力士嘅 GMT 手錶。佢相信呢隻勞力士手錶咧價值係9萬蚊歐羅以上，就心諗咧就今次執到筍嘢啦。咁據說咧呢款手錶咧世界上咧就只剩翻20隻，即係剩翻20隻真品嘅。因此咧佢朋友咧就建議佢咧就拎去做鑑定。咁佢咧就拎咗去一間鐘錶行做鑑定。咁鐘錶行嗰個所謂鑑定師咧就同佢講，佢話手錶嘅錶殼咧就可能被人換過，錶盤上嘅激光刻印咧就正品勞力士 GMT 嘅序號，即係喺個錶蓋嗰度咧係有個 serial number 嘅，個序號咧就疑似後期用鐳射打上去嘅。咁德勒都相信自己咧就俾人呃咗，買咗隻假錶，於是咧就要決定將佢放咗出去，將佢賣咗出去。咁到咗2025年嘅11月27號，德勒咧就同佢朋友咧就特登飛去新加坡，就打算咧就賣咗呢隻假撈去，然後咧就買其他嘅名錶翻去意大利嗰度咧就轉手賺錢嘅。咁到咗新加坡之後咧，就隔日嘅下午2點，佢就到咗名古連一個商場。咁行入咗個商場，有一間錶行咧，叫做 Watch Room 嘅錶行。就錶行入邊咧，就一個32歲嘅新加坡店長就展現咗呢隻手錶同埋份證書。咁店長咧就認出咗呢隻手錶咧係非目錄型嘅款項勞力士手錶。就同意咧，就以94,700蚊嘅新加坡元，約為74,000蚊嘅美金購買，並提議經銀行過數。但係德勒咧就話唔想要現金，佢要求咧就換3隻錶，分別係價值25,200蚊嘅勞力士地通拿，價值25,400蚊嘅勞力士 GMT 同埋價值44,000蚊嘅勞力士水鬼。嗰個錶鋪個老細咧就同意咗啦，就要求德勒咧就留低嗰本證書俾佢檢查，30分鐘之後再翻嚟。咁咧佢就用紫外線燈就照嗰個證書個保養卡，就認為係真品嚟嘅，仲同朋友咧就一齊檢查嗰隻手錶。對其狀況咧就十分滿意，即係嗰隻錶又冇花冇剩就好滿意啦。德克翻嚟之後咧，佢哋就照原
即係之前嘅交易就換咗3隻手錶俾 Douglas， 就個店主咧就俾 Douglas 咧就開咗發票，咁咧 Douglas 咧就出示咗一份偽造嘅護照電子檔影印本進行登記，以逃避追查。佢就改咗個護照個號碼同埋護照嘅相，將個名咧亦都改埋。咁啊 Douglas 得手之後咧，就個店主咧就越諗越有啲唔妥。喺其他嘅同行嘅建議之下咧，佢就用一個叫做串鏡，我就唔知點咩叫串鏡啦。如果各位知嘅話，聲俾我知。佢就用一個叫做串鏡嘅工具咧，就發現個錶嘅序號咧，就確有打磨嘅重刻嘅痕跡，就認定嗰隻手錶咧就係假貨嚟嘅。於是咧就即刻報警。咁啊 Douglas 咧得手之後咧，就無視店家打電話嚟，佢又唔聽，就準備當晚咧就即刻搭飛機咧就離開新加坡。但係未離開之前咧就俾警方拘捕。咁當警方將拘案嘅手錶咧就送到勞力士嘅服務中心進行鑑定，就發現咗所有嘅零件都係原廠嘅真品。咁檢方指出咧，雖然詐騙行為係因為標記嘅物為真而客觀上係唔可能完成嘅，但 Douglas 咧已經具備咗完整嘅犯罪意圖，並着手實行，構成咗不能完成嘅犯罪。因所使用嘅工具喺客觀上係唔可能達到犯罪嘅結果。咁檢方就強調啦，被告並非中途放棄，而係真實咁樣進行咗呢個詐騙意圖，直至到最後，應該係受罰嘅。咁辯護律師咧就為 Douglas 咧求情咧，就講咧佢係初犯，而且佢本性善良，佢屋企人咧係工人階層，冇乜錢嘅啫，冇能力咧就負擔頻繁喺意大利飛嚟新加坡嘅費用，希望法庭咧能夠從輕發落。最後咧法官咧就考慮咗所有嘅嘢，就判 Douglas 咧就坐監7個月喺新加坡。咁關於嗰幾隻錶嘅去向咧，佢喺店鋪嗰度換咗嗰3隻勞力士地通拿 GMT 同埋嗰隻水鬼，喺佢喺機場被捉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俾新加坡嘅警方咧就抄咗出嚟咧，就沒收晒啦。目前呢3隻錶咧已經作證完畢，就歸還咗俾個名古連嘅錶店嘅老闆。咁至於嗰隻引起呢單案嘅勞力士 GMT 咧，佢就係 Douglas 咧以為係假嗰隻錶，嗰隻真錶，目前咧就作為證物就扣押。根據新加坡嘅法律咧，由於呢隻錶咧係喺鑑定之後確認係真品，並且 Douglas 係用自己嘅錢買嘅，佢係唔屬於非法所得。喺 Douglas 服完刑期之後被驅逐回意大利之前呢，警方係要將呢隻錶歸還俾佢嘅。咁呢單嘢呢就係咁樣。咁大家聽到呢，認為覺得呢單嘢如果係你調轉咗個身份，如果係你會點做呢？咁我講下，如果係我有咁筍嘢換咗隻咁嘅錶，我第一時間梗係拎去勞力士指定嘅地方做鑑定，就唔會拎去出邊嘅錶鋪做鑑定，因為而家嘅流嘢呢，就做到係有90%幾咁似真嘅。OK， 我見過，我以前翻大陸，我上次翻大陸係我有朋友係做呢啲嘅，佢可以做到連個 serial number， 你上網查個 serial number 都係同一隻錶同一個型號。鐳射印乜嘢都有齊，入邊個框嘅印都全部有齊。你一定要打開隻錶睇入邊嘅零件，每一個零件係咪勞力士嘅原廠零件，你先至知道嗰隻錶係真定假嘅。咁就算入邊，其實我都好懷疑咁講一句，如果係真鬚假牙。OK， 個殼嗰啲嘢全部可以做出嚟啊！如果入邊嘅零件都係真嘅，都係對翻呢隻款嘅錶，
咁呢隻錶算係真定假呢？因為出邊而家係有好多真數假牙，亦都我都見過。你就算拆開隻錶睇入邊嘅 part，都係有勞力士嘅印同埋 serial number 落去嘅。總之而家假錶同真錶，你真係普通錶行呢，就算你係師傅都好，都未必睇得出嘅。一定要去個品牌嘅專業地方嚟做鑑定，先至知道隻錶真定假嘅。咁你使得咁多錢嚟買一隻咁嘅錶，你一定係最好喺指定嘅地方，即係官方指定嘅地方買，就唔好喺出邊市面買，因為市面而家真真假假，你真係冇辦法分別嘅。咁如果你諗住係買隻假嘅嚟咁樣做嘅，咁啊直情係詐騙添啦。但係佢唔係喎，佢係拎隻真錶嚟當假嘅，但係當係真錶嘅價錢賣俾人。咁我話第一次聽見啦，因為呢邊亦都有好多，我聽過好多 case 就係佢哋翻去做隻復刻版，或者都係復刻㗎啦，復刻版翻嚟，跟住去啲當鋪，好多都係去當鋪，或者去啲細嘅收購二手錶二手珠寶嘅鋪頭 ，OK， 比市場平1倍嘅價錢就晾咗佢，或者賣咗佢，係有鋪頭收嘅，係有當鋪都會賴嘢嘅，因為佢哋都係睇個 serial number， 對翻個 serial number， 對翻個型號，佢哋就以為真嘅，係好多會賴過嘢嘅，所以而家呢啲係真係要好小心嘅。OK， 呢集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各位網友。記住中意我啲片嘅，記住 subscribe， 我就嚟過1萬噶啦。希望喺短時間之內會超過1萬。share我啲片出去，同埋撳埋個 like， 多謝各位網友。